当他们得奖，他们感谢的是什么？这个奖都是属于什么？啊，你们都没有看那个是代印吗？很少啊，很多基督徒在那边。不带陈觉义长老的儿子是亚洲飞毛腿，叫什么？杨什么？打那个准呢？杨俊汉，陈觉义长老的儿子，吉福丁啊，好了，福丁不是丁呢。好，我所要讲的是，他们是把这个荣耀归所有爱，因为你们的支持，因为你们的鼓励，才有我们的今天。因为这是基督徒的我们的祷告，他们得到以后，感谢上帝。当陈杰跟杨俊汉被伊甸市访问的时候，他说：“感谢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然后他还讲什么？主持人、记者问他：“你参加有书院，你最重要的寄托是什么？”祷告。他们两个说祷告，祷告，这是我们所有灵量的努力来源。长老只是也代表教会愿意，我们刚才已经在重复了哈。足以影响世人对教会的观感。良好的道德修养使人向往教会生活，反之只成为福音的绊脚石。打屁股在很重要哦。同意长老。如果我们的言语行为不是别人那个榜样，我们不但跌倒，这样成为绊脚的石头一样。才一个根本不漏。教会所传的是天国的信息，教导属灵长老只是对灵修、圣经、祈祷等信仰功课，若不追求，未有严格的操练，将与什么服侍？保罗强调，出教的人不可监督，做监督了，刚信教的，当基督徒的不可做监督。监督也等于现在的属灵的领袖了哈，在圣经以前叫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的刑罚里。因为知道了不明白信仰的终极是跟随耶稣，不知道属灵的原则是依靠谦卑以牺牲，对世俗社会的手段从事教会属灵的圣工，非但小叶事倍功半，并且使主民受入中了魔鬼的诡计。好，所谓预备起。好，谢谢。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不要一直在追求学习？要不要操练？都要，要不然那些亲近的基督徒很有功能有的新进的，一天就是10章20章都有。我们不要部落融合，我们要做榜样。所以保罗在2000多年前就讲了。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怎么样？真的呢，我们如果不努力追求，不用心在古今，那些在我们后进的会感受。我们怎么去教导？我们怎么去影响？很重要。年轻人有没有年轻人？未婚的都是年轻人信仰虽是个人的问题。这个恩典却要给天下，然后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告诉那个求道的一族，当信主耶稣，你和什么？真的，
一人得救就会影响全家，对不对？以前我们的部落不是吗？当洛先村牧师带着他的同工到撒瓦利、到撒丁，一个信主就可以影响整个部落呢，是不是？你有没有很骄傲变成基督徒？不是变成，成为基督徒。哦，这有2、3个。你有没有很荣耀、很荣幸、很幸福成为基督徒？哈利路亚！我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最骄傲的3个而已。第一个，我身为台湾人；第二个，我身为原住民；第二，最重要的是什么？基督徒。我为什么会讲这个？我常常跟这些外邦人不好听的，我们基督教以外的这些民间宗教，我就3种，我没什么可以可夸。我身为台湾人，因为台湾人，我们接受了观念，就是因为我是原住民，所以我的阿公阿嬷、外婆外公传承给我爸爸妈妈，然后传承给我，我们变成2代、第3代、第4代，是不是？我们真的很荣幸呢，很幸福。为什么？我把布里都能考上医大，都妈妈对那阿米叔叔都起过男票，很重要。如果我的爸爸妈妈不是基督徒，你叫我信很难呢。你去吸引这些非基督徒的那些，要费很大的功夫，对不对？尤其是骗。甚至现在我们的原住民越来越难，年轻人第4代、第5代，是真的。我一直在想一件事：第1代的基督徒还不客气的信耶稣，第2代很客气了，有时都变成不像打不出来。我们说第3代呢，怎么样？没有感觉第4代呢，就不知道了。有没有感觉？第1代很热心呢，哇，不客气，不好意思那我比他们我信过了嘛，我要广泛我的信仰，而且不认识耶稣基督，很不客气，好，就带着自己的恳求，跟自己的那兄弟姐妹就信，很不客气。不受很多的诱惑、跟压力、跟压制，就是去信。第2代很客气，他等你6块啊，他等你很客气。第3代有客人了，去拜访，然后都走，当客人，我们要不要当客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不要做第3代当客人？不要。要做什么？不客气，很不客气的，不然是那种人气跟承担，会受批判的。很多第1代的基督徒都是被批判、被人家嘲笑，是不是？就像海浪讲，去我来考，就是，但是最终。就是上帝要把荣耀的动力交在每个人身上。所以信仰，我很喜欢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追求，因为这是对我的生命、对我的信仰，就写在这边。好，我们信仰是中备前。信仰是终身的追求，是成为一生的志向。阿们。好，到这里，信仰是终身的追求。然后呢，服侍成为毕生的旨志，这是我的座右铭座右铭。所以，这个信仰是我已经选择了。我无论遇到什么的挫折、困难、疾病，我都不要改变。我知道，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改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去得到那个荣耀的光明。然后服侍成为毕生的旨志，服侍会不会遇到瓶颈？会呀，我
应该，甚至做到已经很好，还有人批判，没有关系，神在纪念。就像圣经讲，我的恳求常常讲，当你受人家的很多的批判，或者是很多的指责，很多的那种批判，就告诉你，你们的眼泪装在瓶子，上帝纪念你的眼泪在瓶子里面的每一滴、每一点一滴。我很喜欢我看见这个，我们很少在座的人哭，对不对？有时私底下，就是你的眼泪装在瓶子里，上帝纪念你一点一滴，对教会弟兄姊妹，对教会、对教会、对台湾的事情，每一个眼泪，上帝都一定纪念。一件事祝福，还有我们先休息啊。这一段我们请卓越长老来做祷告。Tanaman ay tapat niya, ang kakarayan, pumawang ikay siya kanyang pinakisaan. Naniligo niya tapos kaya, nasuko ni Mama nilayap kami ito sa harapan isip kami ito. Sama na ikong marutayan niya, sama na ikong pinangan niya para chulog ang mahadyajisakan. Hindi kami Mama ang harapin eh, mapinang niya Mama ko sa mga ikayaw ko isip. Saya mau ada itu ni ada bagian ini tu pilaya penulian nak dan mama ini patungan miso maparan miso aku kerajaan yang tu sega raf-raf kerajaan yang tak matayar ini pusatan mau ikut kerajaan hadirnya rafin hari kata hai mama aku jadi kata tu keharatan atau pinangan yang kami dan ini disusulkan disusulkan mama Sekarang mau ikakarayan at hakinya asan iso kausan yang itini falojak yang hakinya simana iso to marulah tuto adunya ngayay marapatayaran iso sekarang mau ikakarayan sekarang ukaisya falojak yang to asan ini kanalan jodoh ini yang mamangko san iso ini pangcarai jelato ngayay ko pinangan Mahal pisau ko, dipilih air ini, tamianan saan ko. Hemat nafalajanya, alikan siya kalito, hakiya asyipan yang mama kan siya kanya pakai ini, nganan si Yesus Kristo, Tuhan. Amen.长老祷告。Pertama kali mama ini perayaan Haleluya ikan siya kanyang mati kesahan daw kami alin mama unian kali sawat yang itini beri itinilan yang amat sa kapanahon yang ko manajuro ayah itu cikawi omau tulangun hasan usama kuligaw panahon mata nuliang ayah nuliang nguyos nuliang kami tutu amato paini ajano paini ayah mama kakarayan Nawahan usaha nga ay nulyang mama mataya itini kyo kay nuliso at itini kasapto at ano ginawalan sang bulikan siya mama nanay unini sa dati al pangkot nulyang nanay mama maraya pa yung makulipay at lamanay asal at nuliso siya ni mama nakatukian pagani nga nuliso alikan siya itayon Haleluya Haleluya 跟你的朋友一定说，你是牧师的好同工、好帮手。哈利路亚，好帮手、好同工，这是我们挂在我们的嘴巴，也是在我们的每一个诗篇上，和我们服饰上。这是我们看11页团契的服饰以配搭配。好，我们来念这个2段的背前。
一、二、三。继续。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建造教会，这是很重要的哦。团契能够互补，能够供应扶持这个教会就会成长，我们彼此来勉励嘛哦。这个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6一直在提示我们如何能够在教会，如何在团契，如何在整个我们的事工上都能够配合，这是很重要的。好，你说不能说马过，你是你，你的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会不会这样？啊？在教会不要这样哈，哦，在公司还好啦哈，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再变，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好，在教会就是这样，好，互相的对比。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不是你的。如果是这样，教会就不要成为教会，因为教会是一群被圣灵感到的一群去做服事，去宣扬。这是教会，不是团体，也不是一个政党。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珍惜，我一直在讲，珍惜，按过这边说，都能记好啊什么。然后呢，角色的扮团契是一个身子，么身子啊？团契就是一个身体，把团契当作自己的身体一样。我体认多动你当然可困，有不同的肢体。哥林多前书12章27，每一个器都有特异的功能，扮演个别的角色，对不对？每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有没有一样的？有的有没有恩赐？大概有，但是这个还不一样，他没有清楚他的恩赐，但是我们可以培养，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团契里面互相的供应，互相的教导，让我们在团契里面都有不一样的恩赐，互相的供应，这是很重要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到旷野，在非利士丁遭遇亚玛力人摩西连打了漂亮的一仗，歼灭来犯的敌人，这是什么？什么意思呢？因为摩西到山上怎么样？他有左右手什么？大声一点，什么？不塞。他的哥哥跟他的弟弟，哥哥跟谁？两个。我们就是摩西在那里祷告，左右手，我们就是团契的祷告，就是这个富尔根。基本上就在亚伦跟富尔，然后呢，去征战的是什么？都是一体的，没有一个是你去征战我不管你，有没有这样？都是每一个角色都扮演不同的恩赐，才会上帝就会把这个能力跟圣战交给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了。主角就是耶稣，边角就是摩西，然后正角就是亚伦跟富尔。当摩西发成的时候，起码我们
就是我们。教会有困难，我们都是要首当其冲，就是要冲锋陷阵。教会有困难，信徒有困难，都是。我们相信长老执事跟团契的同工都有这样的认定，因为我们不做所要做，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是要荣耀神，因为我们这样做，让我们的后继晚辈都看到见证上帝是多么这样的让人能够参与他的事工，有各种不同的角色，彼此被他才能教会供给的力量，旨意阻止团契服事的借鉴。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小圈圈，不要做小圈圈。如果一个团契假的圈圈、乙的圈圈、乙的圈圈，要整合很难的。我们是不是只是会想如何把团契成为我们的家人，让这个家人能够共同来参与。当我们知道这个团契有破口、有缺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祷告、用祷告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无能为力。有时候我们的智慧不足，有时候我们的能力不够充分，但是祷告可以清楚明白，能够指引我们的道。在团契里面，团契当然现在有小组小组跟团契一样的功能，就要吸引更多的灵魂能够带到神的国度里面，要扮演好的角色，不能不认识自我的优点和缺点。我很多的缺点，但是我们要包容别人的缺点跟短处，我们要吸取别人的优点跟长处，是不是？对，并且不含的自我接纳很重要我们接纳别人的缺失，然后我们供应我们所有的那一些的才能跟优点，这样彼此的互补，然后我们就会肯定3分自我欣赏，7分谦卑，欣赏自己3分然后7分能够谦卑的表以外，然后呢健全平凡人才能免于羞怯，来发挥自我的潜力，去影响、去贡献这个团契人际的关系。好，预备，停。以前要透过祭司来献祭跟祷告，但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直接跟耶稣基督做很好的对话跟沟通，这个很重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成为我们跟神的桥梁，是我们莫大的荣幸。有一次，有一个天主教聚会，我也参与。他们的属托，他们叫属托还没有到神父，还在六级，他们有7级嘛，第7级就神父嘛，6级的叫属托嘛，属托。他说很羡慕你们基督教，我说你们什么都一样圣经都是你们也买我们那个母语圣经什么的，属托呢有6、7个说你们可以按着你们在人情多的地方建造教会。他说我们不能，我们是合一的团体，要听梵蒂冈。梵蒂冈说可以建，可以建。他说我们原住民也要一个教会，梵蒂冈要建，不是他们奉献的。梵蒂冈要建造教会，如果这个地区市里地区要建造梵蒂冈，他们主教，然后就行函到梵蒂冈才可以建造教会，所以他们还需要，到目前还是很需要。他说我们是合一的，所以你们可以早上做礼拜，然后下午，早上是摆浪，下午是
他们很羡慕，所以我们都有一个生命共同体跟信仰共同体，就是我们有人的地方，我们就建造教会，是不是？当一神教会跟上美教会不是这样吗？同性质的，因为我们转化都这样提到这个都会去。第一个所要寻找的大概米福定嘛，要不然就是开车，然后去寻找这些我们的族群，从供养，有时候自己的家庭供应，然后成熟了才建造教会，是不是这样？就是圣爱教会的长老在是，我看上美教会也是，那个上美教会、一城教会跟美港教会都是这样，它共同的性质。说我们都是谦虚，我们是把国有搞累，我们阿弥陀讲把国有搞累不卑贱贫穷，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人，不是那么有能力这样子。可是上帝却让我们的信仰的共同体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这就是合一啊。所以当这个讯息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说太感谢了。真的很凶，他们三峡地区从北的地方要到三峡，赌城有一个牧区，他们有从不同地方到板桥有天主教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按着我们自己的地点，还是我们出生的地方去选择教会，因为任何个教会都是上帝所建造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对上端预备，请唯有预备。我到哪里了？我到哪里？今天采取教训的过去和态度，有时候这个教训有一个指责，有一个警惕，我们要选择那有时候是启示我们，有时候是打开我们，是不是这个症结在哪里？其实它很多的那种口气的那个解读了还有态度，否则人沟通必然难以接受。所以呢，团契应冷淡，甚至产生摩擦，大概都有了摩擦，夫妻都有摩擦了，何况有人的地方就有什么问题？如何要去解决？就是你要面对面沟通，不沟通，那个路永远不会通。一定要互相承担，互相原谅，要不然越陷越深，这个洞永远不能补，然后这个团契就会有小缺陷。所以要面对面，不要在这里在众人面前能够沟通的，结果到外面把压，知道吗？把压是什么？先染不是好的先染把压，这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团契的破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沟通的桥梁。实际上，我们可以请我们的牧师传道或者是长老介入。有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可以手牵手。我们很少有手牵手的祷告最近有没有？但我们重症健康教会，好像这一年没有手牵手祷告，团契。我们弟兄还好，我们试试看，让我们彼此拥抱，就像这一次的我们的4代一的主歌第一句是什么？敞开你的双手，让我怎么样抱你？敞开你的双手，
让我拥抱你。我们是不是一样？团契也是一样，教会一样，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那种性格，我们都可以接纳。让我们敞开，从头开始敞开。记得我的孩子啊，3个，从幼稚园到小学，一到进门一定要抱30秒以上。因为你这样。他们一进门放学，看到爸爸妈妈，不要讲话，抱一下，一直到大学还在抱，我都因为他们的教导就是老师说，回到家，你一定要跟你的父母亲拥抱30秒以上。我们还不能在教会一样，我一直参加在健康教会做完礼拜以后，大家拥抱。就握手不够，拥抱看看，或者是一起祷告，那种感觉很好，他们也很喜欢。在阿比尔当总统那一次，那个伊莎，那个主委叫什么？伊莎卡福特哈。那我们在也是政府的那个都功能演艺厅，是不是？他庆祝圣诞节，我们健康教会也邀请过去现场。不同的教会，有正耶稣教，有祈祷会，有天主教，有长老会。到今天的圣诞节，上帝都在我们的当中，因为我们都是合一在这里庆祝耶稣基督的圣诞节，很有意义。3节第3嘎福特，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是有15个字了，这记不起来。那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时候只有庆祝，没有分享给很多的人。我们今天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爱，彼此的拥抱，彼此的扶持，彼此的供应。耶稣基督今天的圣诞节特别喜乐，天使在我们的当中。我还记得这句话。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回到以前？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然后他们互相的供应，这样子做。我们是不是这样去每周31间教会？我们不要有成见。有一天，我们31间教会当中会议长、总干事一生几夫，马上我不给他一遍。上美教会、美港教会，我们是不是一样同心到那边？因为信美教会就是什么一个家嘛，信就管他的，因为议长讲什么我就不参与。我今天早上一进来，我看到从这边经过这么多的人，我感触之多了，跟老长老大概也有感触。每一次很多的领袖跟长子训会没有这么多。今天这么多，我深深掉了一月在我肩头，真的。吉他牧师在旁边，他不在，我在旁边。大家知道我在，其实我在思想，里面这个合一跟团结能够持续下去，相信31间的教会必要强大，必要强盛。我们相信，当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献上，将我们的教会献上，信主来就要成为一个国家的祝福，众教会的祝福。真的，大家就有不同的团体，可是教会施工运作更具活力了哦。团契生活素质必须吸引人投入服事的行列。团契需要我们去投入，哦，管他，那这个团契的会长，然后美丽高，很多那会长算什么？副会长算什么？这同工算什么？如果你有意见，你就要提出你的见解。就总会，实际上
这些中文议长、副议长、书记、副书记，也要牧养自己的教会，又要策划整个中会的1年的事工，能力一定有限，是不是？我们要支持祷告，也要有谏言啊，不要一直在任意的批评。很多的牧长在批评中会，我觉得难过了，真的难过，因为我们的能力跟智慧有限。可是当我们用祷告支持中会的议长、总干事，必定能够拓展宣教的事工，一定很多人会进入到我们新的中会。就是因为我们的祷告只为我要健康教会干努力，没有中会跟总会。现在开始，从我开始，从你开始，我们一起来做。新的中会一定在每一个区、每一个乡镇，必定会站起来，能够更成长。好，我们等一下到10点10分，我们就分享，我们需要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分享好，合而为那个季节，我们就回家看好。好，预备起，亚分17章记载耶稣门徒的分离祷告5次提到，请。好，一。这个是魔鬼会趁虚而入，他会张开口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猜疑，我们自己分化。这个我们今天开始出去看看，回来。